得我哋居然人到中年到到傾家蕩產、走投無路、為睇人佢啦，講啲人用歌詞就話佢咧30歲前啦，馬會健康嘅國家，球賽咧只係大型嘅國家杯賽，因為第一次公開2022嘅世界盃投注額係311,000蚊啦，咁啊最終2,000蚊，佢知道啊，前唔到，但係而家世界盃1年就刪除咗馬會受歡迎就話啦，話要高拍高就話啦，咁我哋多時間就拍咗手，人生就冇健康，唔開心我，咁啊每個月啦冇嘢做啊，就喺度睇波同波鬥，為民參與一下大型比賽，於是咧我當時嘅時間就贏咗6萬幾蚊啦，但係今次咧就冇再參與過波賽，就話啦，又喺國際環之後嘅比賽，話開始咧我嘅時間玩好快啊！之後就不斷玩啦，咁啊最高嘅成績咧贏咗49萬幾蚊，咁啊只爭一場咧就可以達到短期目標50萬元啦，咁啊點知嗰場咧就輸咗錢啦，佢就話啦，都話換翻個數，咁啊佢越玩越大啊，每次輸5萬蚊，玩得到，咁啊最周末啦又上晒頭咁樣賭波，輸咗10萬幾啦，佢就話啦，最終買晒手上嘅股票。買埋自己嘅股票，話佢哋係公司話輸咗100萬以上，有可能係190萬，即已經同上再計啦。面對高壓嘅債務，即係好攰啦，就話咧我唔想再過年人生，賣晒上嘅資產，我仲爭40萬元，有20萬元啦。第一，時候還清所有債務，就話啦，喺還咗嘅地方。但係咧，從今啊，就一3次嗰個波嘅6次升，再次入，本身係想應承其他人同埋自己，就話啦，唔知咧幾唔幾細啊，但係睇人咧，睇人就開心啦，咁啊，我